日前桂林区确诊台南第一个日本脑炎的案例，经过调查了后，该案例平常的活动范围拢伫因兜的附近。伫因兜附近有稻仔田，是高风险的环境。6月9号透早，桂林区长魏文贵甲七甲里的里长郭世文做伙搁做一摆检查，爱确定是毋是有甲积水的所在拢处理了清气。区长表示，除了透过喷药预防病袂网以外，里面一定爱甲有积水的所在拢处理好呾。如果有需要用水桶欠水的话，还会记得用挂甲水桶牵起来，来降低病袂网活落来的机会。第一起的日本脑炎的案例了哈，所以我们非常的重视，也非常的谨慎跟小心。那除了昨天动保处跟环保局分别来做化学防治以外，那里长也特别动用志工，我们归仁的防疫志工来做全里的喷销。那除了这样以外，其实化学防治是一时的哈，我们期待让在地的乡亲能够永久的安全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特别结合我们七甲里里长带领的志工，来特别来巡查稽查跟宣导卫教，能够让我们在地的乡亲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，化学防治是一时的，循道清刷才能永久保平安。那期待在这里呼吁了哈，特别是刚下雨过后，那所有的居家环境都期待我们所有的乡亲能够认真的巡查。那特别看到积水容器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倒掉，做好循道清刷这项工作，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大家。谢谢。疫情3级警戒延长到6月28号，除了各项防疫工作爱做完整以外，预防天狗日甲日本脑炎嘛真重要。区长要提醒大家，伫咧落过雨了，如果有管仔甲花口有积水的话，一定爱记得落实巡查、倒掉、清理、愈合清气以上4个动作，来保护大家的健康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。